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風和日麗，Betty 帶大家嚟睇下澳洲布里斯本 Brisbane 南區 Rochdale 一個全新嘅 townhouse 花園別墅樓盤。Citron 黃水晶呢啲項目嘅 image 圖，相信各位粉絲都有好深刻嘅印象啦。地址係311 Gardner Road。我哋而家去現場睇一個示範單位。佢係一個4睡房、2個淋浴空間、3個座廁、2個車庫嘅 townhouse。我哋嚟到地盤啦，呢度係第一期，今年8月就收樓啦。呢度就係花園大門，遲啲呢就會種好草地同埋加上圍牆。佢係一個2層嘅 townhouse，地下呢係客廳，非常寬敞。有吊線嘅設計，行前少少呢，就係一個 carport， 可以泊一架車，而且有個閘添。呢個屋苑呢，全部都係用中央冷氣嘅喎。呢度就係 panel 啦。轉過去另一邊，打開個門呢，呢度就係室內嘅 garage 車庫啦。咦，佢有電動車設備㗎。而且成個屋苑仲有太陽能系統添。樓下呢有一個洗手間，而對面呢就係洗衣房啦。我哋去睇睇佢個 open kitchen 先。哇，幾靚喎，係深色設計，好多收納空間。呢個屋苑呢係用 gas 煤氣嘅4爐頭。當然有個大大嘅焗爐啦，而且呢仲會有洗碗機送返俾你嘅。Citron 呢係木地板嘅，而且樓梯呢都係鋪咗木地板。佢總共4個睡房、2.5個浴室、2個車庫，全屋嘅實用面積有成2593尺㗎。我哋首先去參觀個主人套房先，右手邊就係個淋浴空間，有雙星盤。哇，個睡房好寬敞喎，窗簾安裝好晒㗎啦，有對流窗。上層呢係鋪地氈嘅。呢度係另外第2間睡房，3邊落床，入牆衣櫃、吊線安裝好晒㗎啦。喺澳洲買樓完全都唔使頭痛買衣櫃㗎喎。跟住隔離呢就係另外一間睡房啦，面積都非常闊落嘅。呢度係客廁，另外一個淋浴嘅空間。跟住最後一間睡房啦 ，total 係4間睡房。第一期一早已經賣晒啦，2025年8月就收樓啦。我哋而家去出邊睇睇周圍嘅環境先。哇，原來對面就係巴士站啦，好方便啊！呢個巴士站就威啦。嗱，佢總共有幾架巴士，2分鐘呢可以去到百里坪 8 Mile Plains。7分鐘去到 Westfield Margaret Garden City 啊，而且8分鐘呢就可以返學去 Griffith。另外28分鐘就可以去到市中心 CBD 啦。由 Citron 呢過馬路，嗱，頭先右邊嗰度就係巴士站啦。而家我哋去左邊，呢度有個大公園啊，大家睇下環境幾靚㗎，好多樹木。你哋帶埋小朋友嚟呢度玩呢，就幾寫意啦。呢度仲有 BBQ 添，有啲瀡滑梯啦、韆鞦啦，喺度享受下陽光都唔錯㗎。我哋返去 Citron 先。嗱，大家一定好關心，咁住喺呢度去邊度 shopping 買餸呢？呢度一直向前行8分鐘左右呢，就可以去到 Rochdale Central 嘅 shopping mall 㗎啦。
呢度都幾多鋪頭㗎。佢最近開咗一間叫做寶藏超市，亦都有好多亞洲餐廳。因為 Rochdale 咧好近華人區 Sunny Bank，坐巴士咧淨係7分鐘嘅啫，所以好受華人嘅歡迎㗎。咦，呢間中餐館準備開張喎，今日都幾大風喎。有獸醫嘅診所，喺澳洲咧好多人養貓貓狗狗㗎。嗱，呢間就係寶藏超市啦，佢賣各類嘅亞洲食品啦，中日韓調味料一應俱全。嗱，依家咧我哋再由 Citron 另外一個相反方向直行。哇，見到 Coles 啊，3分鐘咋，住喺呢度咧買餸就方便啦。呢邊咧就係叫做 Rosedale Village 啦，呢度有好多車位泊，間 Coles 仲幾大添，而且有韓式嘅炸雞。哇！所以住喺呢度非常之方便，有巴士，有商場，仲有幾個俾你揀添。我哋仲可以食下壽司，又可以梳翻個髮。前面紅色大門呢，嗰度就係 Coles 啦。由 Citron 行過嚟呢，只不過係5分鐘左右，面積相當之大，而且開足7日添喎。幾多麵包？喺 Coles 後面呢，仲有一間好著名嘅 cafe，面積好大添，好多人都專程嚟呢度飲咖啡、食件蛋糕㗎。而且旁邊呢，仲有一個24小時嘅 gym 健身室。Rochdale 呢個 Citron Townhouse 第1期已經賣晒啦，但係第2期同埋第3期仲有少量嘅單位。第2期呢，今年10月就收樓。第3期明年嘅1月就可以收樓啦。如果大家想知道資料，快啲聯絡 Betty 啦。Betty 會不斷分享澳洲物業同埋生活嘅資訊，歡迎大家點讚、訂閱、撳返個鐘仔。當有新影片發布，你會最先收到通知㗎。請大家同時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 Betty 澳洲有趣分。